居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人乌基阿卜杜拉·阿吉感染武汉病毒肺炎后，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医院死亡。现年55岁的乌基阿卜杜拉是东突厥散和田地区人，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已20多年，有4个孩子。他的家人也据称感染了武汉病毒，现在在家隔离中。他是首列因感染武汉病毒而死去的维吾尔人。据悉，1个月前开始出现症状，3月26日确诊患有武汉肺炎，4月9日在医院去世。一些国家开始放缓防控措施，作为流行病起点的中国就在这些国家之内，但取消有关限制可能会导致武汉病毒的第2次浪潮短时间内影响世界。韩国卫生部表示，来自大邱和上庆北道的51名武汉肺炎患者在康复解除隔离后的检测中再次呈阳性。报道称，韩国疾病防控和预防中心专家表示，这可能是病毒再活化的结果，而不是患者再次受到感染。韩国卫生部门表示，已派遣一个调查小组前往大邱，对这些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当局没有把检测结果为阳性但没有出现症状的人纳入武汉病毒列表。据悉，有45个地区再次陷入危险状况。英国当局强烈抗议中国的病毒检测盒和其他设备的质量。英国表示将尽可能要求中方退款。英国政府揭示，从中国订购的数千万个武汉病毒抗体检测盒，当对非重症患者进行检测时，结果都不可靠。上周，英国政府订购了350万套测试盒，针对所有测试盒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英国首相办公室宣布将会要求退款。英国公共卫生病毒检测协调员约翰贝尔教授表示，我们也看到很多假阳性，对于检测盒供应商和我们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好结果。英格兰国家感染服务主管曾说，除了已经购买的350万测试盒外，还将订购数百万盒。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武器具有在叙利亚战场使用经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俄罗斯与外军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时说，尽管2019年国际行情不是很好，市场竞争也很激烈，但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依然相当成功。2019年，俄军销售总额超过150亿美元，订单总额超过550亿美元，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开展了军事技术合作。他说，俄制武器具有成功的战场使用经验，具有较好的精准性和可靠性，这都决定了俄制武器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稳定的需求。他指出，去年的俄非首脑会议加快了军事技术合作，并与非洲国家签署了约10亿美元的军事技术合同。欧盟财长周四推出5000亿欧元的纾困计划，来支撑受到疫情重击的经济，但有关如何提供融资帮助经济复苏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欧元集团的主席马里欧·桑特诺在通过推特账户上发表的帖子中表示，使用欧元的欧盟成员国财长通过视频会议方式进行的会议中达成协议，德国和法国立场坚定，消除了荷兰的反对意见，并向意大利保证欧盟将展现团结。荷兰要求各国政府提供紧急信贷时附加经济条件。